村长召集村民临时成立了猎巫团，势必要弄死能未卜先知的女巫。但女巫不仅猜到了他们的来意，甚至早已预料到他们会用出什么刑罚，无所畏惧的表现反倒让民众有些胆怯。转眼间，他自己走上了行刑台。原来他们准备活活烧死女巫，可在点火后的一刹那，村长才发现木材里藏着大量炸药。既然女巫早就预料到自己会死，必然会带走这些站脚助威的刽子手。不过在她死前，给女儿留下了一本预言笔记，其中一条明确标注：1980年12月，一颗苹果崛起，但无人能吃，将所有资金都投给乔布斯。虽然女儿现在不明白是什么意思，她的后人的确通过笔记过上了富足的生活。350年过去了，笔记已经传到女巫的曾孙女这一代。如今安娜能将笔记倒背如流，另外一个与她有关的人却活得差强人意，那就是村长的曾孙子。别看牛顿这个名字起得很睿智，可他却是祖传的倒霉体质，那是干一样毁掉一个行业的存在。长大之后，本以为应聘与世无争的文员就会没事，哪曾想第一天上班便引起电脑瘫痪，乃至整个公司停电。就这样，他再一次丢了工作。即使早已习惯，但他内心还是有着不小的挫败感。在亲戚的口中得知祖先的陈年旧事，其实当年爆炸后，猎巫团并没有消失。牛顿的舅舅一直相信，世间一切的灵异事件都是有原因的，但不管是好运还是厄运，都持续不了多久了。因为笔记上有预言，2天后尘世间的撒旦之子将觉醒神力，到时他会率领天启4骑士毁灭人类。为了阻止悲剧，安娜赶到塔德菲尔德小镇，利用超能力查看所有人的能量场，却没有丝毫进展。他觉得夜晚找到恶魔之子的几率大一些，便开始在树林里骑车狂奔。毫无疑问，他被汽车给撞飞了。You hit someone. I did. Somebody me. 而此时克劳利与拉斐尔还没有绝交，天使拉斐尔运用神力救了安娜，并好心送她回家。殊不知这一撞大大提升了拯救世界的希望。安娜竟把预言书落在了车上，之后6000年的友谊出现了裂痕。失落的拉斐尔才意识到预言书的绝妙，预言书竟预测到他会看到笔记，甚至连一旁凉透的咖啡都能了然。于是拉斐尔用了1晚上的时间，竟真的找到撒旦之子寄养在凡间的地址。从这里可以看出，拉斐尔要比安娜更能看懂预言笔记。Sorry, right number. 丢失笔记的安娜变得暴怒，恰好让路过的亚当看到。由于年龄吻合，安娜也查看了他的能量场，结果对方竟半点光环都没有体现，命中注定安娜会与之擦肩而过。其实亚当就是他要找的撒旦之子，他的能量场已经笼罩着他所在的整片陆地。得到准确地址的拉斐尔将书店暂停营业，在法阵上点好蜡烛，试图越过加百列直接与上帝代言人汇报，可得到的答案依旧相同。他们高高在上，视人类如蝼蚁，他们只在乎地球的管理权最终归谁。不过这一幕恰好被牛顿的舅舅偷看，急于证明自己的维尔闯进书店，不由分说的就把拉斐尔当成了妖魔，也算是大才得以施展吧。天使不想伤及无辜，便逐渐向后退去，结果他不小心踏入了与上帝对话的法阵。Fuck. 当场肉身被化为灰烬，而灵魂被强行收回天堂。看到这些，维尔还真认为是自己的法术起了作用。开门离开的风雨吹倒了烛台，书店也将像他的肉身一样化为灰烬。当克劳利看到书店起火，以为拉斐尔在火灾中丧生，他的内心充满了悲伤和悔恨。想必克劳利是真的害怕，不想想天使会被火灾烧死吗？但克劳利的危机却即将要来临。哈斯塔不仅知道克劳利弄丢了小少爷，并且还知道克劳利私下与天使举止亲密。